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。囡仔，对我行。无要紧啦，阮妈妈讲袂当凊彩甲千份人走。囡仔，我干那是要带你去看医生，行，对我行。行啦，莫甲我救啦！行啦，足痛的！哎呦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代志重要，好牙。阿虎姐姐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对着桌子底下拜拜呢？你好，乐乐，我拄则伫桌仔骹咧拜虎爷。虎爷！天哪，有一只老虎躲在桌子底下吗？虎爷确实是一只虎无毋对，不过这只虎袂食人，伊上喜欢食的物件是鸡卵，而且伊阁真喜意甲囡仔做伙耍哦。伊是囡仔的守护神。听讲古早人出来若有囡仔破病，就会请虎爷来斗相共。哦，原来虎爷是一只善良的老虎，但是为什么他要躲在桌子底下呢？乐乐，你敢知影？其实虎爷原底是一只搞怪佮爱耍的虎，常常世界作乱，互大家对伊真惊吓。是拄着一件代志了后，才互伊改变的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？阿虎姐姐，你赶快讲故事给我们听。好啊，我就来和大家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山顶迄只会食人的虎又过来了，大家赶紧倒去厝里眯起来哦！安尼就无人敢出门啊！谁叫迄只虎，大概拢要落山母人，甲砖头创甲乱七八糟。我着趁即阵，甲偷摕物件的代志撒互伊。即只芳广告的行家是我拄则为头前的店偷的，爱赶紧摕转去，无吼，互人发现就害啊！哇，足芳的味，拄啊好巴肚照枵的，山顶阁无物件通食，我会创伫即个公差啦，安尼我暗顿就有啊。嘿，哦，是谁啊？嘿，哎呦，是谁甲我牵石头？哎呦，到底是谁？哦，真正的虎出现啊！你敢是迄只会食人的虎？无毋对，就是我，看我来甲你拆食落饱。哦，拜托，你莫甲我食啦！但是我即马巴肚足枵的。啊，安尼，即只行家互你食，你莫甲我食啦。毋过你为什么要偷摕物件？佮假做是我？歹势，我以后毋敢。拜托，你莫甲我食啦。但是我即马巴肚足枵的，敢若行家根本食袂饱。这个贼仔真正是有够戆的，我只是甲伊吓惊，看伊敢敢佮乌白来，而且人肉、茶、佮丁一点仔味拢无。当然嘛爱食这芳广广的行家毋食着，好食好食真好食。哎呦，食甲足饱的，无先来树仔骹歇困，等下才看要去倒位算好啊。嘿，抓着啊！哦，是谁啊？谁有我的尾溜？你敢毋是咧耍米小吹？米小吹。囡仔，你看到我袂惊？我是安怎会惊你啊？庄仔来拢讲我是会食人的虎，大家拢比我比甲远远远。虽然大家拢讲你足恐怖，叫我莫想我，毋过你也无甲我伤害啊。即马遮拢无人，古锥的鸟啊，你甲我做伙耍好无？我毋是猫啊，我是一只勇猛的虎，你会当叫我虎爷。好呀，那安尼，他拄啊，我甲你抓着啊，即马换你做鬼，来抓我！大家拢唔敢甲我做伙耍，
干那囡仔你愿意甲我做伙耍，多谢你。紧的啦，好爷。安尼，我要来啊！嘿，哎，嗨，哎，嗨，足痛的，说我唔是挑工的，足痛的，妈妈。你等下啦。哦，哪会安尼啦？我只是想要甲伊耍尔尔，我也是莫甲囡仔耍好啊，安尼因就袂受伤啊。不过囡仔是遮尔古锥佮单纯，若阵拄着歹人，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，我也是点点仔伫边仔保护因就好。可恶的好，竟然甲我辛辛苦苦偷来的行家食掉啊！等我找着机会，看我安怎甲你教死！足痛的。囡仔，你哪会一个人伫路边咧哭？我受伤啊，足痛的。我看卖。哦，你这空喙敢是一只好厉害？哦，阮头拄仔咧耍啦，无细字着。哦，迄只大虎实在是真可恶。囡仔，你对我行，我袂伤害你。无要紧啦，这我转去抹一粒药仔就好啊。袂当，你这空喙吼，一定爱去看医生，无会足危险哦。嘿嘿嘿，我着偷偷甲这个囡仔带走，搁四界放送讲是迄只虎害这个囡仔受伤，搁甲伊藏起来，准备要甲伊食掉。安尼，全庄头的人就会出来拍虎。囡仔，对我行。无要紧啦，阮妈妈讲袂当凊彩甲千份人走。囡仔，我干那是要带你去看医生，行，对我行，来，行啦，莫甲我救啦！行啦，足痛的！哎呦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哪会有囡仔伫咧喊救命？好呀，救我！搁是你这个贼仔，赶紧甲囡仔放开！谁叫你破坏我的计划，害我无偷着物件，搁还铁笑，安尼你嘛袂当伤害囡仔啊！我即马就要大声话，互全庄头人知影是你伤害囡仔，互大家出来拍虎。黑白讲，搁欺负囡仔，看我安怎甲你教死！你莫过来，你莫过来，看我的假骨头！是鸡骨头呢！好食，好食，真好食！哎呦，这只虎伤恐怖啊！看伊无注意，骹底抹油，酸。你敢袂当？你莫过来哦！敢袂当甲我斗相共？我的脑足痛的，敢有人会当斗相共？我是宝生大帝，专门治病救人。拄好要上山买药啊，煞听到你咧喊救命，你是安怎？我拄则食着，见着。那呢，应该是有物件卡伫你的脑内底。你嘴闭开，我看。啊！你拄则敢是食人吧？是鸡骨头。鸡骨头。听讲最近有一只搞怪爱耍虎，甲庄头创甲乱七八糟，应该就是你吼。我若是甲你救，你走转去乌爸母，毋着害着搁较侪人。我毋是挑工的啦，我只是一个人伫山顶上无聊啊，才会去找人做伙耍。我以后绝对袂阁造成大家困扰啊！你敢保证？保证。好，既然你敢保证，我就甲你救。嘴闭开。啊！宝生大帝，多谢你，我叫虎爷。拄则是因为有一个歹人要甲囡仔带走，为着要救伊，煞无细哩害家己见着啊。毋过迄个囡仔原本是甲我做伙耍，是我无细哩害伊受伤。伊阁看到我甲迄个歹人夹，伊绝对是互我惊着啊！我感觉真歹势。那呢，迄个歹人应该受到处罚啦。囡仔的代志你免烦恼，我来甲你斗相共。
多谢你。好呀，其实你真善良。你敢要甲我做伙，四界去治病救人？我敢有法度？只要你好好控制你家己的力量，特别是拄着囡仔。若是咱去别人家，你就闭伫桌仔骹，安尼就袂甲人惊着啊。好，我绝对会做甲到。那呢，咱来去医治迄个受伤的囡仔。好。好呀，歹势，我知影他拄只你是想要甲我救，毋过我有淡薄仔惊你，所以才会走去。不要紧啦，我知影是我气力伤大，甲你惊着。我以后会搁较细腻，袂搁互人受伤啊。囡仔，你受伤的所在有安怎无？我带一位足厉害的医生来甲你看哦。囡仔，你的工作安怎？互医生看卖，敢好？无要紧啦，我已经抹药啊，已经无代志啊。囡仔，你无代志就好。毋过以后袂当定定甲你做伙耍啊，因为我要甲这位医生做伙去救人。那安尼，我一定会做想你的。好呀，你嘛爱想我哦。无问题，我一定会甲你藏伫心肝顶，保庇你的健康。那安尼，好呀，我想要送互你一首歌，互大家拢知影你是我尔啊善良。古早有一只虎，身躯拢是黄黄的毛，大家讲伊介恐怖，食人当作是食补，予人误会真艰苦。其实是一只古水的虎，好呀好呀，古水的虎袂感觉，好呀好呀，上爱美伫倒仔骹，好呀好呀，古水的虎袂感觉，好呀好呀，永远将囡仔笑命命。即马我甲乐乐就来教大家这首歌的台语。虎爷，虎牙，虎牙，身体，身躯，辛苦，恐怖，恐怖，恐怖，可爱，古水，古水，咬，加，加，桌底下，倒仔骹。倒仔骹。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咱搁来唱一摆这条歌。古早有一只虎，身躯拢是黄黄的毛，大家讲伊介恐怖，食人当作是食补，予人误会真艰苦。其实是一只古水的虎，好呀好呀，古水的虎袂感觉，好呀好呀，上爱美伫倒仔骹，好呀好呀，古水的虎袂感觉，好呀好呀，永远将囡仔笑命命。古早有一只虎，身躯拢是黄黄的毛，大家讲伊介恐怖，食人当作是食补，予人误会真艰苦。其实是一只古水的虎，好呀好呀，古水的虎袂感觉，好呀好呀，上爱美伫倒仔骹，好呀好呀，古水的虎袂感觉，好呀好呀，永远将囡仔笑命命。虎爷通常拢会去用安伫倒仔骹来拜，毋过有一寡所在的虎爷
听讲是因为救了古早时代皇帝，所以神官改做安伫桌仔顶来拜。像家己新港奉天宫的虎爷就是安尼哦。另讲大家若总有机会去庙里拜拜，嘛会当注意看卖虎爷伫倒位哦。虎爷，老虎跟猫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老虎跟猫咪当然不一样啦！你们看我的花色，一看就知道跟猫咪不一样嘛，对吧？小偷在帮助你。没错，小偷其实人很好。